如果俾你揀一句聖經金句，你會揀邊一句啊？你會唔會揀主啊？冇錯，但係狗在台底下，亦都吃孩子們嘅碎渣兒。應該唔會啊，因為點可能自比作狗呢？想像一個絕望嘅母親，女兒被污鬼纏繞，佢冇身份、冇地位，冇辦法幫助女兒，喺耶穌面前甘願將自己比作一隻狗。但佢嘅堅持同信心，俾佢喺福音書入邊可能唯一一位用神學贏咗耶穌嘅人，而耶穌極度讚賞佢。呢個究竟係點樣回事？耶穌從嗰度起身，往推羅、西頓嘅境內去，入咗一家唔願意人知道。推羅係徹底嘅外邦地區。稍早法利賽人因門徒用俗手食飯而指責耶穌。喺猶太律法中，外邦人被視為不潔淨。俗手呢，你接觸咗即係外邦人或者佢哋摸過嘅嘢就係不潔，需要用禮儀洗手。洗手係一個嚴格嘅儀式嚟嘅。呢種洗手呢，就唔係我哋今日喺水龍頭下隨便搓啲番梘，佢有一套嚴格嘅標準流程，必須使用專門存放未被污染嘅清水。水量有具體規定，大約係一個半雞蛋殼嘅容量。個水呢，要倒喺手指上，流向手腕，跟住雙手摩擦，跟住水再從手腕流向指尖。如果冇嚴格按照呢一個流程走，你嘅手喺宗教意義上依然係俗手，食入去嘅食物就會將不潔淨帶入體內。耶穌指責佢哋係本末倒置，佢哋極度在意外表嘅儀式洗手，卻忽略咗內心嘅真正潔淨，如嫉妒、貪婪、驕傲。耶穌宣告，從裏邊出嚟嘅乃能污穢人，外在儀式唔能潔淨人，內心嘅罪反倒污穢人。呢個引發咗嗰場關於什麼才是真正潔淨嘅神學大地震。佢隨後前往推羅，用行動證明，如果冇不潔淨嘅食物，就冇不潔淨嘅外邦人。同時，極度疲憊嘅佢，亦都需要一個避風港嚟休息同獨處。呢一個婦人係希臘人，屬敘利腓尼基族。喺猶太眼中，佢係絕對唔應該出現喺神面前嘅。佢唔止係獨自行動嘅女人，女兒仲被鬼附，呢喺當時係會連累成個家族被孤立嘅社會性詛咒。帶住外邦人、女性、單親、家有鬼附嘅四重邊緣身份，佢處於社會最底層，無助亦都冇希望。但出於母愛，佢大膽打破社會規範，唔怕被拒絕同埋被羞辱嘅風險，闖入去俯伏喺耶穌腳前。耶穌話唔好將兒女以色列人嘅餅掉俾狗食，呢個看似同自己嘅教導互相矛盾，實則係耶穌精心計算嘅教學策略 （pedagogical strategy）。一對門徒嘅教導，馬太福音補充咗一個細節，門徒當時好唔耐煩呢，對耶穌話：呢婦人喺我哋後頭嗌，請打發佢走啦。耶穌聽見咗門徒厭惡嘅排斥，於是順水推舟，將門徒心中嘅種族優越感恣意地講出嚟。佢故意將牆捉到最高，當作一面鏡，照出偏見嘅荒謬。二對婦人信心嘅測試，神嘅救恩有先猶太人後萬邦嘅次序。耶穌喺測試佢，你嘅信心足以俾你突破呢個歷史嘅時間差嗎？三留低破綻嘅邀請，猶太人鬧外邦人嘅標準字係野狗 Cain，但耶穌用嘅係 Cainaria，意思即係小狗、寵物狗。耶穌偷偷建構咗一個場景，屋裏面有兒女，台下有寵物狗。呢一個唔係封死嘅拒絕，而係俾佢一個找尋自身位置嘅拋接球。婦人答話：主啊，冇錯，但係狗喺台底下都食孩子們嘅碎渣兒。面對極具冒犯性嘅比喻，佢冇憤怒反擊，而係完全信服咁接受咗耶穌嘅說話。好，我就係狗。注意，
佢個呢一個狗字都係寵物狗 Canaria，唔係野狗 Kion。假如耶穌真係拒絕佢，稱佢為野狗，佢冇能力回復，佢冇停喺度，佢喺比喻內揾到咗突破口。佢冇質疑兒女先食嘅次序，而係講緊台底下嘅狗食跌落嚟嘅碎渣，冇妨礙兒女嘅正餐。你有分俾以色列嘅12籃餅，唔通連少少碎屑都冇俾台底下嘅我嗎？佢極度相信耶穌嘅恩典豐盛到，連碎屑絲槽都有醫治嘅能力。耶穌對佢話：因呢一句說話，你返去啦，鬼已經離開你個女啦。馬太福音記載，耶穌忍唔住讚嘆：婦人，你個信心係大噶。就好似之前讀過嘅耶利米書，窯匠與泥嘅比喻，神會按住人嘅回應而改變佢嘅計劃。先係以色列人嘅計劃冇變，但佢因住婦人嘅信心而額外施恩。呢一段經文呢，顛覆咗我哋嘅認知。一，信心可以喺拒絕中生長。當神嘅禱告回應似乎係不時，唔好即刻放棄，學會喺嗰個不嘅內部尋找嗰跌落嚟嘅碎渣，因為神樂意聽見你真實嘅呼求。二，極端嘅謙卑與極端嘅大膽。真正嘅信心唔係因為我好好，神應該聽我，亦都唔係我太糟啦，神唔會理我，而係我乜都唔配。但我相信你嘅恩典豐盛到連我都能沾呢邊。三，呢個係一個諷刺而美麗嘅對比。嗰啲每日嚴格洗手、自認潔淨嘅法利賽人拒絕咗耶穌嘅餅，而呢個被視為不潔淨嘅外邦女人，卻喺台底下向所有人示範咗咩先係真正嘅信仰。結語：耶穌刻意去外邦地方，唔怕被污染，務要幫助個婦人。婦人為咗女兒奮不顧身，並且相信耶穌唔係淨係講教義，而係內心極度溫柔嘅神人。最後耶穌肯定咗婦人，並醫治咗佢個女。有時候神嘅言辭或者係睇起嚟嘅拒絕，唔係要截斷你嘅信心，而係要俾你嘅信心發出一個你自己都唔知道發出嘅聲音。或者你此刻正處於人生低谷或者屬靈嘅台底下，如果係咁，學呢位母親，唔好喺失望中離開神，就等待喺台底下伸出你嘅手，等嗰塊碎渣跌落嚟。因為嗰位台上面嘅主，佢個餅多到食唔晒，連跌得落嚟嘅碎渣都足夠醫治我哋。願主賜福俾你，阿門。我係今日嘅講員，心靈